台中火力电厂2021年涂炭机械导火，造成严重的空污，市府依法加罚500万。台电报复提告，最高行政法院昨宣判，认定原判决用的法规不当，判台电胜诉。因市府是予中央爱赶紧修法，定出火灾空污的处分标准。乌恩伫厂位天顶起，台中火力发电厂2021年6月运送涂炭的输送大导火，乌恩甲一寡明显的油粒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苏当时台电和台中市的环保局依照空污法罚500万，台电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不过最高行政法院27认为本地判决用的法规无妥当，理由有顶达，所以把本地判决废掉，改判台电胜诉定案。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就是看他的判决的情况，那就再怎么样都是尊重。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台中市府裁罚的理由是空污法内底油粒污染物，进入诉讼了后煞改做异味污染物，这行政处分的本质无同款，所以用的法规嘛无同，判决的理由无够，头尾嘛无对同。另外，环保局直接以经济重大来开罚单，并无采用空污裁罚准则公式来计算裁罚的金额，欠缺具体说明来证明，算是裁量大刀，裁量有疏失，所以把本地判决废掉。这个结果，台电表示尊重，安尼市府是建议环境部爱制定火的空污裁罚基准，甲火场的鉴定报告列入去处分的依据。鉴于全国各地火灾造成空气污染事件频繁，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将建议环境部针对火灾造成空气污染订定裁罚基准，并纳入火灾鉴定报告作为处分依据。伤害已经造成，但是造成伤害的人却没有付出相对应的责任，这对整个社会公益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市政府要先检讨，如果他引用的法条本身就有错误，当然会造成这种在判决上的裁量空间。环团批评台电管理疏失造成空气污染，却唔免打责任。这判决的结果，输上忝的其实唔是台中市府，是爱承担空气污染的民众。台中市府引用的法条有顶达，应该爱彻底检讨，甲社会说明。记者杨斌峰、平焕群台中报道。